在這個快節奏的社會裏，愛情似乎成了奢侈品。曾經的甜言蜜語、海誓山盟，在時間的長河裏漸漸褪色，取而代之的是日復一日的平淡與瑣碎。你是否也曾在某個深夜，望住枕邊人熟睡的臉龐，心中湧起一絲陌生與迷茫？我們的愛情去哪了？別急，今天我們就來聊聊，如何讓愛情在婚姻的土壤裏持續綻放，從3個角度找到那把重啟溫情的鑰匙。首先，從溝通的藝術說起。溝通是維繫任何關係的橋，尤其在愛情裏，它更像是那把能打開對方心門的鑰匙。但你知道嗎？有效的溝通不只是說話，更重要的是傾聽與理解。舉個例子，小張和妻子小麗結婚5年，最近因為家務分配問題頻繁吵架。小張覺得小麗總是指責他不做家務，而小麗則覺得小張根本不懂她的辛苦。直到一次深入的對話，小張嘗試放下手機，認真聽小麗講述一天的疲憊。小麗也學會了用我覺得代替你總是，兩人的關係才有了轉機。溝通時記得用我開頭表達感受，避免指責，這樣能讓對方感受到你的真誠與尊重。同時定期安排我們的時間，無論是散步還是看電影，都是增進感情的好機會。接下來談談保持個人魅力的重要性。愛情裏，我們很容易因為熟悉而忽略了對彼此的欣賞，但請記住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，保持自己的興趣，追求個人成長，不僅能讓自己更有自信，也能讓對方持續看到你的閃光點。李雷和韓梅梅是一對模範夫妻，他們共同的興趣是旅行，但除此之外，李雷熱愛攝影，韓梅梅則鍾情於畫畫。兩人雖然各自忙碌，但每次分享作品時，都能從對方眼中看到那份最初的欣賞與愛慕。保持個人魅力，並不代表要刻意改變自己去迎合對方，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成長，讓愛情因為這份多樣性而更加豐富多彩。最後，不可忽視的是為愛情創造儀式感。儀式感是平淡生活裏的調味劑，它不需要多隆重，卻能在不經意間觸動心靈。記得那次黃先生因為加班錯過了結婚紀念日，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，而是深夜驅車到花店，挑選了一束妻子最愛的百合，附上一張手寫卡片。對不起，錯過了今天，但每一天我都愛你。這份簡單卻充滿心意的舉動，讓妻子感動不已。儀式感可以是每天早晨的一個擁抱，也可以是每年一次的家庭旅行。它提醒我們，即便生活再忙，也不要忘記給愛情保鮮。在特別的日子裏，不妨放下手機，為對方準備一個小驚喜，即使只是一頓親手做的晚餐，都能讓彼此的心更加貼近。愛情是一場漫長的旅行，途中會有風景如畫的日子，也會有風雨交加的時刻。但只要我們願意從溝通、維持個人魅力和創造儀式感這3個角度出發，就能讓愛情在婚姻的土壤裏生根發芽、茁壯成長。記住，愛情不是等來的，而是需要雙方共同經營與照顧的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學會了理解、包容與成長，最終收穫的不只是愛的甜蜜，更是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，共同成長的伴侶。所以，別讓你的愛情只是曾經，從現在開始，用行動證明你們的愛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